記得去 WhatsApp 群攞優惠碼。三姑有冇啲防曬霜咧？搽咗好似冇搽咁，但係又睇落去唔會好立好乾爽㗎。你就問啱我啦！嗱，而家介紹你呢個咧，韓國嘅呢個防曬棒，佢有 SPF 50+、PA 4個加。嗱，呢隻咧搽咗咧，佢有咩好咧？真係好似冇搽咁乾爽嘅。OK， 一陣間咧俾你試下，同你做個測試。係咪好想知有幾勁咧？我啊驚佢勁到以為你啊好似冇搽咁啊，特登整個 UV 鏡俾你做測試。嗱，你自己試下搽。嗱，而家你自己一齊望下啦。嗱，一搽嘅地方就代表呢啲位係可以幫你做到防曬嘅效果，但係真係勁乾爽㗎。但係咁樣不得止喎，再做多個測試俾你睇下先。嗱，大家你哋睇下，而家搽完之後，整翻張紙落去睇下先，完全係冇油嘅，因為佢入邊有吸油成分非常之好，兼且真正真係做到防曬㗎，係咪正先？試完係咪覺得好勁？完全唔黏粒，又做到防曬呢？係咪好想知點解呢？佢入邊有超強嘅控油技術，瞬間減走你嘅油脂，減到122%。除此之外，入邊仲要有青蘋果嘅提取物同埋褐皮素，對一啲敏感嘅皮膚咧都有舒緩嘅作用嘅。嗱，入邊嘅青蘋果成分咧係豐富嘅蘋果多酚啦，佢可以抗氧化啦，加強你嘅皮膚嘅屏障啦。咁除此之外，入邊亦都有生育酚啦，生育酚咧可以咧防止我哋光老化，預防我哋細胞免受損害。仲有紅沒藥醇可以抑制我哋嘅黑色素，所以呢一支咧同大家講咧，除咗佢可以做到防曬之餘咧，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幫我哋咧對抗光衰老。嗱，呢支咧同大家講咧，佢用法係非常之簡單啦。如果你真係好怕黐粒嘅，好唔想掂到防曬，唔需要擠出嚟，係好似唇膏式咁。成個過程，無論你搽面、OK、搽手、搽腳，都係完全咧接觸唔到防曬嘅，兼且搽上身咧係真係非常之乾爽㗎。第二樣嘢，因為佢係防水嘅，咁大家游水嘅時間咧去用咧，佢都可以做到防曬。咁如果你揾唔到一支好適合搽你身體嘅防曬而乾爽咧，呢一支韓國嘅品牌係非常之好選擇。如果大家真係諗住愛嚟搽身、搽腳、OK、搽面嘅話咧，真係建議大家新一支變一支。嗱，今日我哋咧絲粉直播價一支130，如果大家買到3件都係299，圍翻唔使100蚊一支嘅。各位絲粉記得入翻我哋 WhatsApp 群攞埋個優惠碼，仲優惠。嗱，上次介紹過你哋呢個品牌嘅光感氣墊粉，用過就知幾好用，係咪正先？今次佢哋再出咗隻新色俾大家，三姑又要介紹俾大家啦。阿姑講過真係好正，因為點解入邊有外泌體嘅精華，有白藜蘆醇，有玻尿酸，仲有積雪草同埋50幾種嘅植物萃取精華喺入邊。同時間佢係補水、修復、填充、美肌一剔過。佢係 SPF 50+、PA 3個加。之前咧就係得一隻色，雖然佢都係有追色嘅效果，但係有啲朋友仔咧好想要偽素顏或者膚色真係比較沉嘅朋友仔咧，今日佢出咗2號色啦。嗱，呢一個就係我哋之前用嘅1號色，其實入邊係滿嘅精華素嘅，而呢一個就係今次嘅新出介紹俾大家2號色啦。咁有啲朋友仔1、2號色咧可以點樣用咧？咁講翻俾大家聽先啦。咁如果你真係膚色比較白嘅，你想妝感去重少少咧，你哋可以繼續揀翻最傳統嘅1號色。如果你膚色咧就比較深少少嘅，或者你係健康膚色嘅朋友仔，或者你要偽素顏嘅朋友仔，揀翻2號色。如果大家你又唔想買一啲叫做打光啊、打光粉啊，或者啲陰影嘅1、2號色可以靠搽用。如果你皮膚白嘅朋友仔，首先用1號色化咗你嘅全妝先，跟住你哋可以做2號色做打陰影。如果你揾2號色做打陰影去拍你嘅面側兩邊、下顎線或者鼻翼位咧，你成個妝感咧會更加立體感。調翻轉，如果你膚色係比較健康，又中意偽素顏嘅朋友仔，咁你哋就可以用翻2號色啦。但係當你用咗2號色打完個底之後，你想做一啲叫做咧打光嘅效果咧，就可以用1號色去打啲光影啦。
咁光影打喺邊啊？1號色嘅光影可以打喺你嘅 T 字位啦、蘋果肌啦，令到成個妝容咧係會更加提亮嘅。之前用過嘅朋友仔就知佢有幾勁啦。今日仲可以1、2號色交替用，將你哋嘅妝咧更加自然化，又唔需要咁多鬧教嘢。呢一個就係傳統嘅一個01色，呢一個就係2號色啦。唔係好識化妝，但係又想簡單直接，又想可以做到咧粉底嘅效果，又同時間養膚，你揀一隻顏色都得。咁今日我哋俾我哋嘅私粉優惠價幾多呢？1盒299，你買到2盒嘅係499，如果買到3盒係699，靜靜雞話埋俾你聽，仲可以任選組合㗎。記得去WhatsApp群攞優惠碼。